老板娘，您好，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努鲁莱尼，我今年32岁，我结婚了，我有2个孩子，我的身高155公分，我的体重75公斤，我曾经在印尼照顾婴儿和小孩做过10年，我小学毕业，我的信仰是回教，但是我不怕猪肉。我是印尼来的，我有4个兄弟姐妹，我拜第二。我会照顾老人、照顾病人、照顾小孩和照顾婴儿。我会做家事、打扫、拖地、洗衣服等衣服。我会煮台湾菜，简易简单，炒高丽菜、炒饭、煮稀饭、煮鸡蛋、鸡肉、炒蔬菜和煮饭。我要去台湾工作，因为想赚钱帮助家庭。希望老板能给我机会来台湾工作。介绍完毕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娘。大家你好，我的名字叫努鲁莱尼，我要帮阿妈坐轮椅。好了，谢谢。